继续来到高雄的茶山，日前有游客去爬山，经过的红茶的所在，竟然看到5只高山啊，把茶桶的开关准开，用双手伸水咧烧火，都是咧互相护水。民众笑讲，莫非这个台湾山猴是学着神机卡？几那只猴伫咧茶桶仔边仔爬悬爬低。 真正看茶桶的水一直流落来，有几只高山仔耍水耍甲真欢喜，用水泼另外一只猴。不过这毋是水倒水，是要互爬山的人啉的水。我只会水龙头那边啊，这样子。你会不会觉得不卫生，或者是你觉得？ 当然了，好像有啊，他们现在都有锁起来。给山友们倒水会漏下来的盆子，他也会去喝那边的水。看到交汇所在，就伫咧高雄草山，就算真侪摆出现伫咧当地的爬山步道，或者是像尾仔边四界当看到猴戏影，和游客含住后拢讲管视下，这一遍走到山腰的红茶站，民众讲敢讲是去学着新步数，只是猴会溜来溜巧，游客若来到这，拢爱真细腻。之前其实很多山友他们会在茶桶上面锁那个小的锁头，会防止说猴子会去开这样子。那其实这个状况呢，猴子可能只是因为想要喝水或是去玩这样子。专家提醒，爬山若拄着猴，莫惊，莫家饲，嘛莫家人，就无代志。只是红茶站变做猴耍水所在，互民众拢看讲硬硬气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